通知技师职业工会今日正式宣布，中营分会技师罢工投票，这个月2日启动。每年1月初5就要来开票，那准通过就是正式摕到合法的罢工权。技术工会就批评讲，中央的卡手无够，薪水也比北京航空更较低，劳资协商无结果，敢若会当惊这罢工的天数，有关看袂到中央的诚意，要求交通部就要用航权来约束航空公司。不过交通部是回应讲，这航权牵涉范围真宽，那准是航空公司有违法的行为，拢会依照民航法来处理。事故平权，事故平权。技术职业工会来到交通部头前，宣布自12月2日起启动中营分会罢工投票。若分会过半，技术会员投下同意票，就处理罢工权。工会表示，有关其他资方提出善意，解决电力不足、薪水太高、落后同业等问题。长荣航空用这样的一个泼脏水的方式，企图鱼目混珠，让社会大众认为说，飞行员你的薪水已经足够多了。其实这样的一个态度让我们非常心寒，这不是一个应该跟工会坐下来平等对谈的一个态度。工会诉求加薪、加调管、外站津贴，保障本国籍技术就业权，降低因为电力不足引起的机场地安事件。罢工投票结束了后，预计伫明年1月初5开票，是伫总统大选进前，都有机会处理合法罢工权。工会也要求交通部应该以更加高规格来要求航空公司，必要的时应该以航权分配来约束。工会的一些建议啊，我们听到了哈，那我们收起来，因为航权的部分是涉及的很复杂的、多层面、多元化的哈，那我们会一并来整个来思考考量一下。交通部回应。依照民航法管理航空公司，保证国籍航空中，华航正技术中，本国籍占比87%，中营占81%，拢符合规定。那中营回应，公司一项以积极方式调整薪资，另外伫2016年到2023年进行结构调薪。今年以来引进120位技师，优先招募本国籍。应人力需求，招聘外籍技师。最近发生3件地安事件，拢是外籍航空会当地地勤公司所实，中营是受害者，也依顺管道讨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